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4月18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你曾经注意过徛街附近的公园生做什么款吗？议员曾玉珠伫咧南区，以着南区甲安平区为例，竟然超过着6成以上的公园，看起来拢一模一样。所以议员伫咧总质询，就要求市府爱甲地方沟通，用心来打造着较有特色、创意的公园，来提高民众的使用率。议员曾玉珠以澳洲、日本、法国以及咱国内特色公园为例，强调因拢有顺应民众的需求，不管是0到6岁幼童的游乐设施，亦是锁定老人社区的健身器材，甚至有刺激头脑加教育的生态公园。议员强调，看看别人的特色，回头来看咱南区甲安平区，结果6成以上拢是罐头公园。也是设施拢一模一样，连色彩嘛同款。所以会中积极要求市府开钱开辟公园的同时，一定要让当地民众有参与感，融入在地文化甲需求。有安平区17座，南区25座，所以其实我今仔日那甲没有游具公园全部都算上去的话，其实是达1成，有1成以上拢是罐头公园。都是罐头公啊！如果没有算的话，目前就有6成以上都是罐头公园。所以当公出公，那你游具设施都是一成不变的，都是这样子的制式化，就找一个配，就是有就好了，没有真正去了解、去感受到孩子的需求在哪边呢？附近居民的意见，当然我们很重视。其实我们每一个公园设计都有做这个。但是这一次你们的市府的这个针对我们南区公82公园你们所发布的这个新闻稿，这谁家长来欢迎呢？你们有没有真正的了解说，这个公园一定要用这样子的设施吗？一定要用这样子的设施吗？为什么可不可以再广纳一些民意、一些声音？会中议员进一步要求市府检讨使用率无好的公园，争取中央的前瞻计划来改善。另外，有关国宾利活动中心由原来幼稚园提供到今已经超过30档，一直拢无改造，对当地居民并无公平，嘛无友善。所以议员希望提升功能来符合市民需求。第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根据统计，目前住伫咧都会区的原住民族人口数已经占全国原住民的人口将近5成，所以咱台南市日前嘛成立着第一间原住民文化健康站，希望会当带动文化传承甲学习。对此，议员嘛进一步要求着社会局爱评估，将这列入老人长期照顾的据点来扩大服务。议员辜木下就表示，去年度市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向中央所争取设立的原住民文化健康站，日前伫善心人士的关键，已经有了一台交通车，提供目前10几位老人的接送加居家拜访服务。不过，议员依照现况照顾服务员的能力等资源，也希望扩大服务，加入老人长期照顾服务的据点。文件站的老人家的公餐，对，就不用他们自己煮了嘛？是这样吗？还是要他们自己煮，但是有补贴经费。补贴经费。对。那这个经费是食材的经费还是人力的经费？因为现在是赵服员也在煮菜耶。那就是请我们的文件站的相关的承办人员，可以跟我们社会局这里来申请相关经费，是不是？我们已经在辅导他们来做申请。我们除了文件站，我们设置文件站之外呢，也结合了我们社会局的这个长照系统的这个资源我相信呢，可以让我们原住民的老人家可以在台南有更好的一个照顾。那另外就是可能有一些长辈需要送餐。这个部分也是可以来做，那还有就是可以请他们来申请加值型的一个共餐，就是增加那个天数，来申请中央的一个加值的经费。好。
台湾进一步以现况担起原住民的时段伫各区的分配比例，嘛要求伫永康个正式一位文化健康站，同时要求积极培育照顾服务员的能力。电新闻军局张伟忠采访报道。位伫永康的大桥中卫区，因为炮校开发案变作拥有特殊总管的文创园区。议员除了要求市府要提早因应可能的交通黑暗期，嘛要求要开辟一条45米的道路，而且一定要有永康代表性的路名。会中建议号做永康大道。虽然永康炮校搬迁以后设立图书总馆议案，对着未来永康大桥地区的整体有真重大发展。不过，议员杨忠成烦恼的是，其中6桥施作加代替地化，将造成交通黑暗期，所以要求市府依照专业慎重来评估。另外，因为当中东桥13路难得要开辟一条45米的道路，毛议员强烈要求号名永康大道有一个符合永康的象征性路名。好像80几亿的开发，开一条45米的路这大条，爱代表永康啊。本席建议讲，把这条45米的号做永康大道啦。那么咱后政的人员科长甲我讲，我们永康已经有永康街啊，就袂使个号永康大道。有跨区的，譬如讲咱这边东区，东区要跨过咱永康区，共一个路名，迄是无问题。不过共一个区的，逐个有一个共款的路名，但讲同音异字啊，比如讲玉成路啦、玉成街啦，但讲等等啦，咱就讲目前的法令是无同意。假讲是啥物原因呢？是假讲人譬如讲人要问路，讲你讲永康街、永康大道到底伫对？容易就是讲会介绍了唔对。尤其讲你一个路名啦，有当讲要送一个会，嘛造成咱的居民咧，拢有一个困扰。所以咱的条例内底，目前来讲啦，是讲无同意讲这个有共款的永康街甲永康大道，拢从此设置啦。另外，因为这几个月来各类菜大出，结果市场无法度消化，造成价销落价，所以议员伫会中以破报纸加工以后，同款维持好价为例，积极替农民来请命，要求农业局出面鼓励厂商来协助，帮助农民解决问题。电新闻军局张伟忠采访报道。研究塑胶餐具的长信塑胶工业公司，经过一年的研发，伫2016年开发出耐高温而且无毒的环保餐具。为着要推广，互较侪市民了解，长信公司的董事长呼应着新光国小校长的号召，伫18号上午赠送台南市南区7间国小，总共700名学生无毒的餐具。希望会当互较侪人来了解到餐具安全的重要性。市面上品质好歹不一的塑胶餐具，伫使用的过程可能会产生有毒的成分。长信塑胶工业公司经过多年的研发，所开发出的耐高温、无毒的塑胶餐具，为了关心后一代的身体健康。该公司嘛透过台南市南区校长、家长会长联谊总会，联合其他企业，主动捐赠700套的无毒餐具，予南区的7间国小的学生。18号上午有成功国小的校长代表接受。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就是为了小孩子的健康，因为塑化剂跟这个3酚A 啦，或者是这个3聚氰胺，跟随我们的一些，就算是大人啦。也是跟随着我们这些人长大的东西了，很早就应该远离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既然研究成功了，我们当然是要把这个推给我们的下一代，要远离这些东西，包括塑化剂、3酚A 跟3聚氰胺这个东西。除了长信主要的捐赠以外，还有6、7个企业单位来共同的来做这件事。因为我们往后过去都是用那个钢制的那个餐具，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比较环保意识的这样的一个，而且它在清洗安全上也比较好，
所以往后啊，我们可能会逐年的建议啊，各个学校能够往这个方向来发展。当然能够有像今年一样，有更多的企业的赞助，然后让我们每一年的小一的新生都有这么优质的餐具可以来使用，那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目标。这摆关键的餐具会使耐高温到120度，嘛会使放到微波炉内底使用。也这就是希望透过这个机会，让更加侪人注意到食品容器的安全，嘛希望这些小朋友会使伫健康的环境成长。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民进党南区安平区市议员参选人郑光泽要伫咧这礼拜六4月21号踮水平温公园举办着幸福同乐会。除了有单位当说，也有少年一辈歌手要来唱歌，同时也阁有侪政治界知名人士会前来甲民众互动，欢迎民众做伙来同乐。为着要让家己的政治理念更加丰富的传达出去，民进党南区安平区市议员参选人郑光泽将要伫咧这礼拜六，也就是4月21号，踮水平温公园来举办着幸福同乐会。现场有侪趣味的单位，同时也提供着100名免费的塑拉皮制作，邀请大家做伙来。月21号下晡，2点开始。我有邀请到咱的 Super Idol 真出名的这个超级偶像歌手曾威和他的情人乐团来演唱。欢迎咱的这个市民少年朋友做伙来来活动。现场呢，我伫个2点到6点当中节目会真精彩。我伫个4点左右，陆陆续续，我有邀请到咱台南市。也是咱的台湾真出名，咱政治界遮个前辈来甲光泽开讲。我即届的节目真精彩，我有邀请到咱在地20个咱的即个团体，有即个互动式的即个亲子的活动，包括嘛有医疗，咱的台南市的秀传医院来甲大家安尼关心，以着优质甲专业问政作为家己的信念，郑光泽希望将家己对政治这条路的坚持传送予更侪民众理解，并进一步支持伊，给伊一个为民众服务的机会。台湾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由客家委员会、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礼拜要来介绍客家谚语，今麦就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学习。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琴。小邓老师，自从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播出后，好多观众朋友都觉得很难得，在我们台南地区能近距离的认识、学习到好多客家相关文化，感到非常高兴，而且非常有兴趣。那今天我们节目要和观众们分享什么客家相关文化呢？係啊，真嘅非常感謝有咁多嘅觀眾朋友嘅支持哦。
有大家嘅鼓励老支持啊，就係我哋認真做節目嘅通知咯。我想啊，你根本你出來講客家英語哦。哦，客家英語，好哦，好哦。我要和觀眾朋友說呢，小晴，我雖然不是客家人，這些日子以來呢，能和小鄧老師哦，一個星期直播一集好客之家電視學院節目，真的覺得客語很好玩，也不難學哦。哈哈，小晴哦，真嘅哦，冇簡單哦。懂有嘅語言天分哦。神夢欣賞。哎，小鄧老師這樣說對嗎？錯，好，根本嘅啦，提記出來講客家嘅英語係1日大插播，3日抗建國。1日大插播，3日共天國，是什麼意思呢？1日大插播，3日抗建國啊！大插播就係講緊身體，抗建國啊就係抗錯物下地位度吼。你啊見英語啊就係形容講春天嘅天時啊當冇問題咯，一下冷又一下熱，有陣時啊會當少耐，熱到啊會死哦。當上我嚟大插播講緊身體，嘅有時間呢要冷到啊，本然會凍唔掉，上我嚟抗起來哦。夢想嘅出門，古所講1日大插播，3日抗建國。哦，來，過來講一擺，1日大插播，3日抗建國。過來講，另外一句客家英語哦。另外一句客家英語是什麼呢？另外一句客家英語啊，就係啊3月3。淚垂故君插得傘，3月3，淚垂故君插得傘，這又是什麼呢？你話3月3啊，講係講即係人哋叫啦，也就係農民啦來講呢，係春分嘅節氣，嗰個呢，你話春分嘅節氣個啊，代表就係雨水會非常嘅充足哦，嘅水分當啦。種物嘅都會生，誇張嘅講法啦，就會講將呢個淚垂故君插得傘啊，淚垂就係人哋頭擺用嚟除罪，早期農業社會啦，時節會拿來倒水物品，將吹熱頭啦，也係吹茶子用嘅全都淚垂。呀，故君呢就係打鼓用嘅鼓呢，呢句客家英語3月3。淚垂故君插得傘，意思係講我勉勵大家愛把握時間，春分到愛3萬種物嘅都會生，來我講解一擺哦。3月3，淚垂故君插得傘，實過來講解一句。好棒哦！再來一句。3日唔識牆，行路偏從牆。3日唔識牆，行路偏中牆。3天不吃青色的東西，走路會歪來歪去哦。小晴真言動聽哦，很會哦。我就講啊，你小晴嘅節目啊，早叫吼會變到客家專家咯。哈哈，不敢當。小鄧老師，快幫我們解釋這句是什麼意思啊？好。你話啲3日唔識牆啊，行路偏從牆。唔識牆，你話唔識就係不吃，牆就係指搶菜水果了解哦。行路就是走路，偏從牆嘅意思啊，就係講東倒西歪，偏來偏去。古語句法嘅意思就係講啊，3日冇識到搶菜水果了解。行起路來會冇精神，偏來偏去。哇，客家諺語真的很有意思哎。係呀，你平常時1日3餐啊嘅食飯嘅時間平常要注意太嘅營養哦，做唔得來健食，尤其那個青菜水果，大餐都做唔得少食咯。對呀，要不然就會呢3日唔識牆。行路偏從牆，講定啊！你好好自家，天時好嘢，根本你就講到了哦。你下愛留你觀眾朋友講，真來了哦，真來了，真來了。
来自嘉义的软剧团，依照新化地区在地制度者的传说作为发想，结合着在地的元素，依照全新台语的创作来制作出《城市乱歌进行曲》这出戏。这出戏去年伫咧户外首演，受到热烈的欢迎。今年将要运用着今日戏院这个场地，要来做第一届的室内演出，将带予观众全新的感受。制度者翩翩起舞，散发出一种非常特别的吸引力。伊就是这届软剧团《城市乱歌进行曲》的主角制度者。这出台语的歌舞剧，去年伫台南户外首演，受到民众大大的好评甲喜爱。今年将要挑战第一届的室内演出，依照全新改版的内容呈现给观众。来自台南新化人工10条的这个传统，就是说新化它在元宵节前后有一个炸蜘蛛精的那个民俗活动。那它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取材于传统，但是透过现代舞台剧的方式来做一个新的演绎。那新的部分又包括说我们台湾长民娱乐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说有歌有舞，然后全台语发音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台湾在地的带着爸爸妈妈阖家老少观赏的一个舞台剧。我们希望说透过全台语，而且是很亲近的我们新创作的10几首的台语歌再透过舞蹈，是这样非常长明的方式带大家走过时光隧道，重温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他们年轻时候的这些记忆。当然，它一方面也是认识我们台湾的历史，二来其实也是为这些传统的文化呢，我们有一个新的演绎。除了全新的环境是一大改变，软剧团也表示，这届参与的演员拢高笑又搁高跳，全人型的，一定会为观众带来上界美好的戏剧飨宴。这一票演员他们是18般武艺全部都拿出来，所以观众真的进来你是看到赚到。你看到这些演员里面所有该唱的都有了，该跳的都有了，该演的也都有了。他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表演的飨宴这样子。然后我想很特别的是，这一次因为又进到电影院里面演。我们很特别，又有一个设施，就是今日戏院很棒的这个大荧幕。好，那我们又独特取得了这个历史博物馆的一些很珍贵台湾历史的影像授权，所以你可以在大荧幕上面看到我们台湾早期长民生活里面很重要的这个记忆，再搭配新时代我们年轻的演员他的肢体他的现场的表现，我想会是一次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观赏的体验。城市乱歌进行曲这出戏将要伫咧4月20号到22号，但今日戏院来演出。民众千万忙错过这非常难得的观赏体验。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世界知名的匈牙利钢琴家亚当佐治，伊对2017年开始世界巡回演奏会，也要将伫咧22号来到咱台南的文化中心举办台湾第一场的演奏会，并且伫咧台南要来进行着一连串的讲座甲课程。这位合作匈牙利钢琴王子的亚当佐治，甲知名作曲家李斯特拢是匈牙利人。伊所演奏的李斯特音乐充满匈牙利的文化，因此被肯定做上正港的李斯特音乐演奏家。现在伊嘛要伫19号来到台南，举办一系列的讲座甲大师班，并伫22号文化中心举办台湾第一场的演奏会，希望透过这个机会，甲台湾结合缘分。为什么他叫钢琴王子？那我们知道匈牙利有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家，就叫李斯特。那本身他就是一个在我们18、19世纪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匈牙利非常有名的一个作曲家，也是一个钢琴演奏家。所以呢，亚当佐治他本身学钢琴，那他本身在诠释李斯特的音乐部分，他根本就是他的一个很重要一个代言人。那这一次把这个音乐会带到台南来，也是亚当佐治第一次来到台湾。那首选就是在我们台南来办理这个音乐会。那这一次刚刚也跟嘉颖聊了一下，我们票价大家看到有一点吓到，是1张3600。不过重点不是在说所谓的卖票赚钱这件事，重点是希望跟我们台湾，也是跟台南结起这一个所谓的音乐的缘分。这届演奏会的票已经剩了无多，
嘛欢迎对这位更近王子有兴趣的民众赶紧去抢票，莫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好天，有时多云，温度25度至30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真感谢你来收看到4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